大家好，我是罗生彪讲法师，我是占图固仁波切的多年弟子，也是他的贴身助理。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呢，就是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，非常神秘也非常陌生，那就是神谕和降神。什么是神谕？什么是降神这个现象呢？降神这个现象就是，比如世间神灵、鬼神或者是佛菩萨的境界的那些众生呢，通过人体为媒介，然后进入人的身体，然后通过人的这个口传达信息，这就是一个降神的一个现象。其实神谕的传统呢，并不是西藏藏传佛教独有的特点，它已经存在于古时代的其他文明里。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就是在古希腊有个地方叫德尔斐，德尔斐呢有一个阿波罗神殿，那神殿呢那边呢有女祭司，那女祭司呢他们的这个总称呢就叫做皮提亚。那当这些有国家大事的时候呢，这些古希腊的统治者们呢都会去到阿波罗神殿去询问。向这个阿波罗神询问，那阿波罗神怎么样通过他怎么样这个传达这个讯息呢？就是通过这些女神谕来传达讯息，那就是很古老的一种降神的一种现象。那在新马地区呢，也有这种现象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乩童，他们会在神庙里面降神。然后呢，在世人我们呢有问题，有比如说钱财上的问题，或感情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健康上的问题，我们就会去询问这些乩童，那也是一种降神的现象。那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呢？其实，在我们人体里面，有流动着这个气，这个中医已经证实了这件事。那气是通过我们身体里面的72000条经脉在流动。那在这个经脉打结的地方，在这个气聚集的地方呢，就叫做脉轮。那我们身体上呢，有人说有5个，有人说有7个。那这些脉轮呢，就是气集中的地方。如果这个脉轮打开的话，那外在的这些神识、心识就能够进入一个人的人体。比如说，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经常听到的就是鬼上身或者鬼附身那种现象，其实就是外在的那个神识呢进入一个人体里面，然后通过这个人体呢来跟这个其他身边的人沟通，那就是一个所谓的降神的一种现象。在西藏传统，神谕是由一个出家人或在家人担任，他是证悟者或护法神与凡人沟通的媒介。那神谕呢，在藏语中呢叫做Khuten 古灯，也能翻译为物质基础，意思是指的是神谕是一个供护法或神灵暂时用来与人类沟通的媒介，让证悟者如多杰雄能护法降神的神谕，就会得到抽具的尊称。这个称呼呢，是表示对该证悟者的一种尊敬。神谕不只存在在西藏的传统里，至今它也依然是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部分。要了解降神，就必须理解密续修持对于心识的诠释。我们的心识存在于体内的72000条气脉内，通过密续禅修，我们能够控制这些气脉来得到修行成就。有的人则可以通过打通这些气脉呢，好让证悟者及护法神能够暂时进入我们的体内。有些神谕天生就能打通这些气脉，他们只需要高僧进一步的加持，好让这些气脉只为证悟者及护法而打开或封闭。而有些神谕呢，则需要高僧的加持，配合大量的密集禅修来打开这些气脉，才能让证悟者及护法进入。每一名神谕所需投入的修行及所修持的本尊法门都不一样。例如格鲁派，我们着重于大威德金刚法门，而其他传承的神谕呢，则会修比如说马头明王法门。这些修行对于加持和打通神谕的气脉都非常有效。证悟者及护法神能否清楚地与我们沟通，关键在于神谕本人的三昧耶界有多纯净，以及他在降神之前是否曾经进行大量及有效的闭关。三昧耶是弟子与上师之间的关系，损毁的三昧耶将会切断一切修行上的加持力。神谕与上师之间也存在三昧耶，因此不清净的三昧耶将会导致神谕失去降神的能力。
那在这里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占都古仁波切跟我们分享过的故事，就是在甘丹寺，以前呢有一个神谕，降神非常的这个厉害，那他的上司呢就是宋仁波切，可是有一次呢，这个神谕呢就和宋仁波切就是意见不合，他就开始在寺院里面开始批评宋仁波切，那之后呢，接下来的这降神仪式呢，就开始有问题了，要么就是他降神的时候呢，他给的预言已经不准确，要么就是他降神，根本就降不了神，就是那些仪式进行了，那些音乐、那些祈愿人都念诵了，可是就是降不了神，所以呢，那当下呢，那个神谕呢就知道，其实他为什么他降不了神，是因为他已经破了与上师的这个三昧耶戒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他就忏悔，他就和宋仁波切道歉，那这样呢，他的这个能力呢，降神的能力才能够恢复。现在让我来解释降神的过程。降神仪式开始时，僧侣们会先念诵祈请文，这时候呢，护法会就开始降神，进入神谕体内。神谕的意识呢，暂时会被护法取代，神谕的身体将会变成护法说话和行动的媒介。在降神的时候，神谕也会展现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特质，譬如拥有超能力和预言之类的。在真正的这个神谕身上呢，它的服饰更加的复杂，更加的精致，这只是一个大概而已。那神谕的服饰，在降神之前，多杰雄登的神谕将换上特制的服饰，此服饰包括了上衣、围裙、铜镜、神谕头冠、货布织成的戒指，戒指上绣了眼睛和头冠。神谕的法袍上则绑着了代表五方佛的绸缎。神谕降神的地方若宽大如佛殿的话，那这时候的神谕他将穿上最正式而完整的头冠，其上方呢刻有精致的骷髅头，还有文殊菩萨的智慧宝剑，以及五色旗子和用孔雀羽毛装饰的经书。神谕的戴的这个头冠呢，如果是一般人凡人穿戴的话呢，一定承受不了，因为这个头冠呢，它的重量有至少10公斤。那在降神的时候，那么摇摆的话呢，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他的脖子一定会严重受伤。所以在护法降神的时候呢，那个神谕呢能自由的摇摆这个头冠呢，就是表示在他体内的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护法，而不是普通人了。不同的护法降神时，神谕也会使用不同的法器。就以多杰雄登为例，他双手握着宝剑和弓箭，缓缓起舞，挥剑的动作象征消除障碍。过后，神谕会换一把三叉戟继续挥舞。若在较小的地方，神谕会穿上一顶以骷髅造成的头冠，头冠上绣有护法的3个眼睛。戴上此头冠的神谕不会进行任何舞蹈，就算有需要，神谕呢也只会在宝座上挥剑，不会站起来。当降神进行时，许多的时候，首先降神的是多杰雄德的愤怒像，他通常不会停留太久。在他离开之前，僧侣们会供上金酒和贡品给他，这时候多杰雄登就会把这个金酒喝下，并以密续的方式，以金刚杵和金刚铃来接受这些贡品。多杰雄登之所以会以金刚杵和金刚铃来接受贡品，是因为多杰雄登已证得慈悲及智慧。之后呢，在场的仁波切和僧侣们会一个接一个的走向法座供哈达给多杰雄登。如此大规模的敬礼仪式，显示了多杰雄登是一位证悟者。当多杰雄登看见某些喇嘛或某些人时，他会显得特别开心，因为这些人拥有了良好的动机，并从事利他的工作。在此情况，多杰雄登会拥抱他们或触碰他们的额头。那在降神的过程，比如多杰雄登神谕在降神前被隆重地迎请进入寺院大殿，然后坐在面对上百上千僧人面前法座上，准备进行降神。这些僧人当中，有的是格西、仁波切或是转世高僧。当护法降临时，高僧们会前去给护法做供养，这就表示了多杰雄登地位不凡。多杰雄登的愤怒像往往不会逗留太久，这是因为对神谕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消耗。他离开之后呢，卡茜马波呢，也就是多杰雄登的这个眷属，他的部长，
都会降神成为多杰雄灯的代言。卡切马波通常会以慈祥像降神，并给予指示或忠告。他会先向多杰雄灯先核实这些忠告之后，再说给修行者们听。这是因为卡切马波非常尊敬多杰雄灯，并称他为大王。当卡切马波降神在修行有成的神谕身上时，他甚至会因情况所需而给予预言、加持，或者以治疗有疾病缠身的人。他对于有诚心修持佛法的人会特别有耐心和乐于帮助。基于场合的需要，卡切马波会以寂静或者是愤怒的方式降神。比如在场的人都非常极端，充满愤怒，或者是非常固执的话，那卡切马波呢就会显露愤怒相。反之呢，如果在场的人都是慈悲、慷慨和充满爱心的人，那卡切马波呢就会显露极静相。有时候，当多杰雄灯和卡切马波知道在场的人都不会遵从指示，他们就不会带酒，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贡品，这才不会让他们因不服从指示而累积更多的恶业。有些神谕甚至可以进行多杰雄灯前世，也就是持律主扎巴坚赞的降神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神谕将会换上高僧的袈裟和黄色班智达帽。此降神过程呢，十分的平静，旁人甚至不会察觉神谕已经处于降神状态。过程中呢，神谕会不断的用丝绸呢擦脸，这个举动呢是在帮助在场者消除障碍，好让他们能够顺利接受护法给予的预言和忠告。如果降神的是持律主扎巴坚赞，他会给予口传、灌顶和当场撰写祈愿文。这能力呢来自他在众多的转世当中呢累积的修行成就，并不是任何护法都能做到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历史上一些比较著名的多杰雄灯神谕：乍跌康萨神谕、东嘎神谕、嘎猛神谕、庞龙神谕、西姆拉神谕、秋阳镀金神谕。那希望大家听了我简单的介绍和解释，能对藏传佛教的神谕有深一层的认识。而从多杰雄的降神过程呢和细节中呢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这位护法的地位非常崇高，极受高僧大德们的敬重。这一切呢，就清楚表示多杰雄灯是一位非凡且已经证得圆满证悟的护法。谢谢大家。